仲有一個叫做冬季游耳術，方法係用兩手拇指、食指同時按耳垂，然後向下拉耳垂15至20次。大家可以一齊跟住我做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直到發熱為止。第二個動作，用雙手捏住雙耳上部耳輪，適當提拉耳尖，拉到微微發熱就為之正確啦。第三個動作就係將拇指放喺耳輪內側，其餘4指放喺耳輪外側，搓2至3分鐘。除咗可以保暖提神之外，更加可以令到耳仔周圍嘅血液循環得好啲，防止頭暈。